台中的甲安埔地区加开着一条651线的公车，大幅缩短着当地到市区的时间，方便乡亲来通勤。 民众排队来试坐公车，未来这台651线公车会对大甲区公所出发，经过外埔，才对后新路上国道。我要就医，要到台中都很方便。 因为大家去市区的公车目前干那4条路线，其中154线上热门，不过透早6点进前干那2班，真侪人坐袂到车，真侪学生嘛爱专工到大家坐车。 跟原来的154搭配起来呢，在6点以前呢，每5分钟一班，就是在5点35之后到6点之间会每5分钟一班。市区就学的一个学生呢，需求呢，我想这个大大的满足哈。651线公车会规划1/4的无障碍公车，按算明仔载就会正式通车，希望会当让民众出入更加利便。 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